即卖有袂少家庭翁仔某拢有工课，无法度顾囡仔，所以会选择甲囡仔送到公立幼儿园。家长的下班时间无法度配合囡仔的下课时间，因此课后留园成为非常大的问题。在招生的时候，其实家长多少都会询问平时课后留园4点之后，因为现在的双薪家庭多，然后呢，家长他们会在接送上面有一些困难。不只是时间，同时也有费用的问题。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教育局于今年7月开始，全面延长课后留园时间到下晡6点，制定每点钟家长缴费无超过50块，就算只有一个人也会当开班。教师的费用也由教育局补助。教保人员的钟点费每小时至少是300块，而且行政费的上限不会超过20%的基准。那另外，我们学校我们各园可以在园内弹性运用人力，或者是找外聘的师资。站在学校立场，会全力的来支持、来协助幼儿园做相关师资人力的调配。譬如我们会善用国小部的课后照顾班的老师，还有课后社团的老师，他们也可以来协助幼儿园这一块的这个课后幼儿园相关的课程或者是照顾。在课程方面也有较大的弹性，老师会当设计丰富多元的活动来因应家长的需求。接着政府的政策，除了提高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的开办率，也强化公立幼儿园竞争力甲服务品质，让囡仔有更较好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